叫卖声此起彼落，唤醒了竹东人一个热闹的早晨。像你看，这个就是像一个百货，很像夜市比夜市还齐全。700多个摊位的市集，全台最大的传统市场。经济部把这里评选为示范市集，客家在地美食，吃的用的无一不全，一年至少4亿产值。二代接棒的，在这个市集里还有不少家。他爸爸交给媳妇他们，媳妇现在女儿他们，他的媳妇现在是第3代了。在胡坤人眼里，年轻人回流就是老市集的新希望。这个已经第2代了，他们都要来接这个工作，这样。他已经给人家的不是服务而已，是一个信任。发办、菜包、米苔目，市场里的传统美食，每一口都有意义。客家传统的美食就要靠着这个有心的一些来把传给下一代。临近8乡镇都来消费，不少外地客更是慕名而来。席地而摆的农家菜，接下来要集中管理，成立竹东农家市集，让商圈更具规模。然后我们集中之后，特色就呈现出来，加上我们会帮他们行销，让农家的收入提升，也让当地的特色整个可以完整的呈现出来。所以真的要带动整个市集，你这都懂竹东啊，你要做得很周到啊。对，是应该的。应该的。用新观念来经营旧市集，就是不断的开创新商机。在这里是全台湾最大的市集了，但是透过了结合旅游和文化的规划，接下来他们要从全国的示范市集，再进一步迈向全国最有特色的市集。唔做多懂竹东，應該嘅；唔做多懂竹東，應該嘅。